根本一个客家骄傲气度等等，本世界来安乐。从日常忙人地个客家庄，到老世界连接个文化中心，你客家知道为突然客家向向新时代。客家人历史嘅源头係講以佢這思維地，因為強調係影響帶來嘅 DNA。目前到台灣嘅客家人大約有453萬7千人，佔全國總人數嘅19.3%。最大群嘅係西邊客，再過來係海陸客、台埔客、老寮片客。另外，有人數最少，不過有保留古人古語嘅招安客。五種強調嘅豐富語呢，顯現台灣嘅客家現象地圖。到台灣5個人當中，是有一個係客家人。到頭擺還冇受到重視。根本一個客家變到世界嘅客家。全部係因為20年前做出了一件事情。2001年，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，全球第一隻普惠級客家事務專職機構，專職專權嘅推動。對立以後，客家文化是當腳上緊提升。從民進黨政府成立了全球唯一嘅客家電視台。本客家有專屬嘅發聲管道，成立講客廣播電台，係第一隻全國性嘅客語廣播電台。小英總統堅心推動浪漫台三線，本台三線變做客家文化向上世界舞台前好嘅起始點。還有推動6隊客家文化園區，留台灣客家文化館。變做文化保存、產業發展和觀光交流嘅平台。全世界冇一隻國家對啲少數文化嘅重視，係用中央做單位來推動嘅。還有當道政策受佢世界嘅體現，未尋求咧建立客家嘅偉業。本客家文化到呢20年來，從用光速安格到呢世界開出正正嘅風景。頭擺，台灣客語當年用1.01%嘅速度自然流失，經過客家委員會多方面嘅努力，通過客家基本法嘅反映經濟，客語變做國家語言之一嘞。全國共過70隻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，落實推動客語武裝愛環境，本客語落實到生活當中。喺那3萬推動客語復興。老早個戰鬥學校，本文化嘅人從細上起。到客忙出世以前，媽媽就做得變客家推教音樂，本昂雅而聽。還有個幼稚園嘅客家聲音呢，有啲客語嘅沉浸式教學，當自然是為了用客語來溝通。小學用雙語去來學習，鼓勵客家聲音呢，從細講下就係當講用嘅。推動客語生產時機圖，打開了客語多元學習嘅管道。客家電視台、講客廣播電台，本大家到生活中當輕鬆是學會客語。成立數位台灣客語語料庫，建置數位台灣客家莊，韓國全球首創客語能力認證，本台灣嘅客語文化成為全球都做得使用嘅論壇智庫。呢就係政府協助客語照顧戰到共享良活實際嘅做法。政府全力來推動客家文藝復興，讓客家藝術華麗變身，改變了國際能見度和世界高度。而家庭嘅客家文學，咪同時上架了日本文壇。日本主播對嘅唔單止係sakura。還有你接引到嘅客家通法、客家南山、
帮衬大量比利时嘅流行时尚。新日台客语流行，同时咪闹热起中央公边嘅 New Yorker。還有嘅客家莊唔是照顧少年才會走出去，因為世界最讚嘅一流藝術家都想嚟行落來。新日台到全新應該得到養分，落日派是到後生應該簽到生命力。客家藝術用嘅配配嘅生命力，當到嘅科技產業。根本一個客家老二上嘅冇強壯，你哋嘅係厲害客家人當什麼？唔過你怕唔啲厲害潤等等客家強人嘅原實力，青島客家後生跳戰鬥影響，透過客家地方創生嘅優態推廣，實現自家夢想嘅客家幸福事業。你哋有客家盼望，唔過你怕唔啲佢做到像發雪藍帶。你哋台三線當浪漫，唔過你怕唔啲佢做得歸路浪漫到全世界，同40隻國家，讓你強下兩年幾。你哋長治西路全連咧台三線嘅山下，老鐵牛路，唔過你怕唔啲佢做得國家到國際舞台，老韓國之酒牛內西路叫做友誼葡萄。你哋客家莊，唔過你怕唔啲台灣。係全世界客家文化嘅重鎮，你哋有客家委員會，不過你怕唔啲客家委員會係大家做乜嘅呢？是係老客家出見見嗎？你要係你隻客家莊哦。